台北信义远东百货公司 A13宝林地色，去年3月发生食物中毒，害6个人死亡。台北地检署今年1月份依照过失致死等罪嫌，甲负责人等5个人起诉。台北地检署拜二开会决议，会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，补偿每一个死者的家属180万。去年2024 3月，台北信义远北 A13美食街宝林地色发生食物中毒案，造成6个人死亡。台北地检署10日开会决议，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，补偿6个人家属各180万，拢总1080万，嘛创下国内头一个涉案事件犯罪被害补偿金额。案件一发生初期，我们犯保协会已经主动的联系家属，提供保护服务。那后续呢，我们也会依法来持续关心家属的需要。检方调查发现，宝林 A13店当时租约伫要到期，生意无好。去年3月16至20期间，姓周的总铺、姓吴的代办总铺、姓王的店长等人，甲已经拆封无拆封的柜仔直接放伫厨房倒卡的篮内，而且篮真挖进地面甲水沟啊，贪煮食方便。另外，监视器嘛显示，下班前冲洗涂骹，垃圾水就为篮边的水沟啊排出去，佮加下班了后空调关起来。热个湿，拢有利访客劣生毒菌的成长环境。冷藏要在这个7度C 以下，那冷冻也要在18度C 以下。再者就是在生熟食一定要分开，那上面可能刀具附着了微生物，那你又去切了熟食的食材，然后供民众使用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健康的发生。食安专家建议，餐饮业者应该坚持食材先入先出的原则，佮遵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（GHP）， 才当确保食品的安全。检方嘛表示，宝林地色伫今年1月到终结，依照食安法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4个负责人，并对伊求处4年以上的徒刑。姓吴的代办总铺是求处4年2个月以上的徒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